话讲，这个高金素梅所卡到的案件，嘛牵涉到未少出名的人，像讲有一个交保的前助理，过去捌伫咧花莲一间餐厅做店长，迄间餐厅是高金素梅伫咧业界的好朋友张琼芝所开的。另外，过年前互带回调查的办公室的主任，伊的小弟就是做两人所真出名的面包师傅陈耀训。 青浦小外头挂喙暗，这个小姐涉嫌诈领助理费被约谈，因过捌做高金素梅的助理，后来伫花莲一间餐厅做店长。我们秀林乡本地的产品融入我们的食材里面，并且要推广我们很多原住民的风味餐。开幕迄天，高金素梅甲好朋友张庆珠有出席，餐厅是张庆珠开的，当时用高金素梅原住民的名号的主打仪式的料理，佮结合原住民的风味，媒体嘛捧场。 虽然餐厅3年后就收起来，因为当时的文章看出来，这个前助理依然是餐厅内灵魂人物。另外一个穿运动服装涉嫌洗钱被约谈的是艺人马日卡的太太，未少名人去卡到高金素梅的案件。除了50万交保的张庆珠进前开餐厅的店长，另外一个30万交保的姓陈的办公室的主任，佫是做饭师傅陈耀群的阿兄。啊那姓张的前主任查某囝是歌手马日凯的太太。都吃，我觉得会是看什么样的时间点去吃这样的面包。 陈耀群上较出名就是一粒超过100块的两人酥，号称讲是两人酥界爱马仕，想不到因阿兄会去卡到这个案。因为立法院对于立委助理的任职没有详细规范，因此没有兼职禁止的规范。若利用人头去诈领补助金，过去实务见解大部分认为构成贪污诈欺，法定刑度为7年以上有期徒刑。 高金素梅涉嫌食钱，引起社会大众的关心，为艺人到政治人物牵涉到未少名人引起讨论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